小學生咧可以去喺個旅遊班入邊咧去做一啲簡單嘅實驗啦，咁其實非常之開心咯。今日都好開心啊，都讓我咧嚟到大開眼界啊！即係嚟到去有唔同嘅活動俾我哋即係教育界去參與啦，認識好多創科嘅活動啦，亦都好開心有團隊一齊嘅合作啦。咁我相信咧，即係呢個都讓我有機會咧可以帶翻學校同啲同事一齊分享，都唔錯嘅。